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要审选罢法的修正案，哪力拢发起动员。民进党的立委是占领主席台，双方对徛，地书会议是无法度进行。落尾内政委员会调委高金素梅只好离开。那赢的总调鲍坤琪和内政部长刘世峰是一句来一句去，拢无要相让。虽然今天没有坐上主席台，但是我在这里宣布议程，我们开始开会。吕董照内政委员会调委高金素梅破病，要是出席，报写话咱开始开会，不过现场要是规个乱糟糟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原底初时要开会讨论，敢是应该爱调关罢免的条件。国民党团用安尼发动甲去动员，不过民进党立委透早嘛发动甲去动员来反制。8点半之前就到位占领主席台。不要没收原住民的投票权，不要没收原住民的投。拿着个人发口号，举牌仔对徛。民进党批评讲，抢救家人市长赵国良唔免遮尔着急，规个党救一个人，刚讲过去服务无约半点钟的闹剧又搁要发生。这么仓促的状况之下，就要急着开会，急着宣读所有的议事程序。国民党又要上演过去服贸半分钟这种闹剧吗？不会抢议事录，不会抢议事录。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指控民进党立委张宏禄家己私人权的资料抢去，而且甲民进党立委王美惠两个人起卡动手。那亚总调鲍坤琪嘛伫立法院走廊，甲内政部长刘世峰一句来一句去。执政党为什么可以霸占？我跟原来的态度都一样，一样态度，公开来讨论，然后大家凝聚社会共识。公开呼吁赖总统不要用暴力的手段对付在野党。今嘛有风声讲，国民党团的态度向改变，按算无要典当罢免的条件，该采用民众党的意见，甲重点放伫安怎互罢免的人事制度搁较周知。就像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是讲说要充分的讨论，那我们今天也是依照这样的方式，希望能够凝聚共识。这是国会的民意的殿堂，我们再次表达，国民党没有预设立场，没有要通过任何今天要求一定要通过任何的法律的修正案。罢免法修正草案，柯武金版本主张讲，就职无满1年的人，袂当是罢免的提议甲人数以外，嘛增加罢免同意的票数，超过被罢免人当选得票数。不过早起议事是规个重点，无任何进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